缘相聚，流金岁月，巨星慈善演唱会，历年来阵容最强大、最有看头的演唱会，定于6月22号星期六晚上，在吉隆坡王粤海大礼堂盛大引爆。12位新马最资深的前辈歌手落力演出，再展现他们的舞台魅力。对观众而言，一张门票看12位巨星，超值享受。朋友们，我的偶像来了！嗨，我是黄清源。好的，歌迷王子黄清源歌唱50多年，今年76岁。对舞台表演热度丝毫不减，依然喜欢传唱给拥护他多年的歌友。尤以一曲《曼丽》更是歌友们非点唱不可的成名曲。这次他站在王粤海大礼堂舞台上，将呈现他的代表作，以报答他多年支持他的歌迷。朋友们，青春歌王。我是凌霄，他又来了，我又到啦！青春歌王凌霄将展现他动人的风采，歌友们怀念他当年出版过的电影歌曲，譬如《苦情花》，至今留下深刻印象。这次他将展现他拿手的经典名曲《水长流》。不回头。我是新加坡吴刚也来了，他没有在月球上。对了，新加坡另一位演出的前辈歌手吴刚，阔别大马歌坛多年后重登上舞台，60年代的代表作《水长流》以及《天边一颗星》，至今乃是歌友们怀念的常青金曲。喂，黄梅调歌王来了！嘿，我是高山，大家好，鼓励啦！乐坛黄梅调圣手高山，1976年以《包青天》闯下最高销量。此番演唱乃是歌友们万分期待的相聚啊！嗨，我是魏汉文，来吧，一起来！哎，好的，汉文也来了。抖音歌王魏汉文以独门抖音唱功傲视歌坛4个年代，回首情有多少，成名至今，他的演唱生涯未曾停歇过。70年代的抒情歌王林震，他唱红了《美丽的星期天》、山南山北走一回，以及马儿慢些跑。这次他在舞台上将带来了多首名曲呈现给大家。我是东红，我也来了，东红也来了。东红也是70年代的常青歌手。当年出版过多张黑胶唱片，他的成名曲《不要再恨我》红遍新马各地。这次东山复出，也是歌友们的耳福。朋友们，介绍你沙巴之音。嗨，我是郭淑芳。我是郭淑芳的好朋友张少玲。号称沙巴之音的郭淑芳，1970年加入大连唱片机构，退出歌坛后仍然受到歌友的怀念。这次参与慈善演唱而复出，成熟难得。还有位，我是本一红。哈哈哈！掌声鼓励。70年代大连旗下基本歌星白丽华雅称学生情人，这回却是难得为昔日歌友而唱，让人期待。消息，80年代的美女来了，她是黄希文学姐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属于舞台表演派的黄希文，难得与马星乐坛的前辈结台缘，而且当晚还带来了流行常青名曲。
我张少林阿少哥当晚也会献唱多首的方言歌曲，大家请记得6月22号在吉隆坡王月海大礼堂盛大演出，我们不见不散。